歡迎各位返到嚟明愛賽馬會斯達計劃男士社交及情緒支援服務嘅 channel。我哋繼續返到嚟探索點樣有效掌握我哋嘅快樂方程式。上一條片我哋提到快樂方程式係可以透過我哋自主控制嘅態度同埋行動去提升嘅。而今日我哋就詳細介紹正向心理學嘅 PERMA 5大元素。PERMA 係由正向心理學家沙利文博士提出，代表5個提升幸福感嘅元素。佢哋分別係 P 正向情緒、E 正向投入、M 正向意義、R 正向關係、A 正向成就。喺呢5個元素入邊，有其中3個係特別容易由我哋自己去操控同埋改善嘅。佢哋分別係 P 正向情緒，每一日咧揾出一啲生活嘅小確幸，感恩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培養到我哋樂觀嘅態度。另一件呢，就係 E， 揾到我哋自己嘅熱愛活動，專心投入，享受沉浸其中嘅快樂。例如我哋可以透過運動、畫畫、睇書、做手作等等，揾到我哋嘅投入感。M 意義感，參與令到我哋感受到價值嘅嘢。例如我哋可以參與義工嘅活動，幫助朋友、幫助家人，令到我哋自己嘅人生更加有意義。啱先講到 P 正向情緒係揾到生活嘅小確幸，培養樂觀嘅態度。當我哋去揾到一啲正向嘅情緒嘅時候，我哋亦都會更加願意去開放自己，更加容易留意到身邊嘅事物，亦都可以長久咁樣建立一啲個人嘅資源。當一啲負面嘅情緒嚟到嘅時候，我哋有足夠嘅能力去抵禦當中嘅影響。喺經歷正向經驗嘅時候，我哋每個人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體驗。以下係其中一個例子，可以用我哋唔同嘅觀感去享受當下嘅時刻，累積正向嘅情緒。首先，我哋可以嘗試唔講嘢，專心用我哋嘅雙眼，仔細去觀察我哋眼前所看到嘅一切。閉上我哋嘅雙眼，專注咁去聆聽周圍環境嘅聲音，然後我哋嘗試控制我哋自己嘅呼吸，深深咁去吸氣，感受周遭嘅氣味，心裏面默默數5至10秒，然之後我哋再去呼氣。我哋亦都可以運用我哋嘅觸覺，我哋可以張開雙手，或者捉住目前你見到一啲美好嘅事物，感受當中嘅溫度、質感、大小。如果我哋享受嘅一啲正向經驗係食嘢嘅時候，我哋都可以慢慢咁樣一啖一啖咁去咀嚼，感受當中嘅味道同埋感覺。啱啱亦都提到正向投入，我哋可以揾到自己熱愛嘅活動，專心投入，亦都俾咗好多例子大家，運動、畫畫、睇書、做手作等等。當我哋去體驗更加多嘅正向情緒嘅時候，我哋可以滿足到人一啲心理嘅需求，例如我哋可以滿足感啦，我哋可以有成就感，亦都可以培養到我哋對生命嘅一啲方向，或者揾到一啲生命嘅意義，我哋提升到我哋生活嘅滿意度。而啱啱所講嘅一啲正向投入，亦都我哋俗稱嘅心流嘅狀態。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進入呢一個狀態呢？我哋可以熱愛我哋所做嘅事情，我哋具備一啲嘅技能，對所做嘅事情有主控嘅能力，而我哋做嘅一啲事情要有適當嘅挑戰性，難度可以係超過你當下能力嘅10%。喺每一個行動完成之後，我哋都有一啲階段性嘅回饋或者一啲獎勵俾自己。同時間，我哋做嘅活動要有明確嘅目標，知道大致嘅步驟。當我哋揾到我哋正向投入嘅活動嘅時候，我哋都不妨去揾一揾我哋嘅正向意義。當我哋有正向意義嘅時候，我哋就會擁有較強嘅抗逆力去面對困難同埋壓力，亦都可以保持我哋生理同埋心理嘅健康，從而提升我哋生活嘅滿意度同埋幸福感，更加有動力去面對我哋嘅人生。咁點樣先可以發展意義呢？我哋嘗試點燃我哋嘅熱情啊！我哋諗一諗，激發我哋熱情嘅原因係啲乜嘢？係啲乜嘢驅使我哋產生強烈嘅情感反應？
對一啲事情嘅唔公正、真誠、學習嘅機會，我哋都可以嘗試列出一啲真正引發你強烈反應嘅事物。我哋都可以將熱情全心投入喺工作。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份熱情化作行動，為你日常嘅生活裏邊注入深刻嘅意義呢？我哋嘗試去活出我哋呢份熱情啊，確保喺生活嘅每一個層面同你相關嘅意義都清晰可見。我哋嘅友誼，我哋嘅工作係咪同我嘅意義相符呢？如果唔一樣嘅時候，改變係咪其中一個考慮呢？啱啱所講嘅正向情緒、正向投入、正向意義，都係屬於我哋40% 嘅可控範圍入邊。喺影片嘅最後，都想送一個小錦囊俾大家。今日嘅你揾到屬於自己嘅 PERMA 未呢？未來嘅日子，我哋可能面對住唔同嘅不確定性，但係只要我哋學識去欣賞自己，隨時調整對事物嘅睇法，主動尋找每一日嘅小確幸。例如，我哋今日食咗一個美味嘅午餐；例如，今日我唔使追趕巴士，等等都可以成為我哋嘅小確幸。我哋都可以擁有我哋持久嘅幸福。請記住，快樂係掌握喺我哋自己手裏邊。不如我哋從今日開始，好好咁照顧自己，發掘我哋嘅幸福力啊！祝願你都可以揾到屬於你嘅快樂方程式，擁有更加精彩嘅自己。